跟提摩太牧区，就是整个富强教会除了主日学之外最年轻的牧区。准备好要跟我们一起摇滚敬拜了吗？怎么都没有听到声音 ？Hello everybody， 再一次哦 ，again。请问你们已经准备好跟我们一起摇滚敬拜了吗？好像是不够大声，我要那种很热情摇滚的那种声音哦。你们准备好跟我们一起摇滚热情的敬拜了吗？OK，Let's go。第一首《Oh Come Oh Yes Faithful》。Oh come，Oh come，准备拍手。继续跟着我们一起，准备开始。一起来唱。到歌山里去传扬，越过山崖到的地方。到歌山里去传扬，耶稣基督降生。唱英文。
主。带来生最大恩，活出永生之道，来挽回宇宙万物。恩典来到，go down on the mountain, over the hills and everywhere. Go down on the mountain, let Jesus Christ is born. 到山里，到山里去传扬，越过山岗到的地方，到山里去传扬，耶稣基督降生，耶稣降生， Go and tell it, 耶稣降生， go and tell it, 耶稣降生， Go and tell it， 耶稣降生。Go！还有第三首，跟我们一起挥挥手，让我们用温柔的心来唱这首《有位婴孩》。受困的心灵宣告被释放，绝望的人今日得着盼望，心中的忧愁被化为欢乐，
Shine to the Lord, the light shining forth, the Prince of Peace. 祝大家圣诞快乐！将一切荣耀献给爱我们的神，再次掌声叫。